来伊，万事着爱心较开，歹歹啊嘛是事嘛相依。朋友啊朋友，人生像海水，无歹捌一个你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计较要创啥物？来干杯，大卖搁想过去，这只是漂白人哩。朋友啊朋友，人生像海水，好歹捌一个你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计较要创啥物？来干杯，大卖搁想过去，这只是漂白人哩。欢迎收看《龙兄虎弟，哎，欢迎各位。这款主持保持原地慢叮当。谢谢东野五行啊，又滚。哎呦，度假这点歌唱起来哈，哦，就是感觉到一片祥和。啊，这是一条流行歌，有歹歹啊，思乡。尤其是拄则唱到一半的时阵，嗯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你那突然间有一种动作出来，哦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哎，这是很自然的，就是反映出费玉清这个人。我伫你身躯边食足多亏安尼哈，吃亏就是占。你这是讲啥？阿兄亲像山，你看。卖来这个啊！吃亏就是占便宜，你刚好那个动作就符合这首歌。哇，吃亏你就比人家矮一点嘛，对吧？哦，那就是假亏啊。但人是安怎徛出来，一定要比别人较悬呢？哦，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学问。啊，那流行歌还流行歌，这里面还有一点这个它意义在。所以说得好，对啊，吃亏人常在。是，人常在就是。对，人定定要跟人拼赢，什么都要占赢的时阵。七分英雄难出门。哎，三分人以行天下。哎呦，你哪知影这款歌？就厉害。你老百姓盯了看。啊！岁寒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们讲，哎，你们将来长大要注意啊。七分英雄难出门啊，三分仁义就能行天下。就是讲你若是讲真熬拍，安怎你干那英雄，你七分哦这样。其实你如果不懂得仁义的话，就很难。是。这个歌选得好啊，选得好，单雷的歌嘛。这是单雷的歌。哎，他这个歌不好唱啊，个拍唱。你可能是听两遍就会晓。哎，他这个歌唱腔不容易，在我来说算是一个怪歌啊。其实多一句你刚刚较歹唱啊。这头一句就真歹唱啊。金雕有酒，金雕醉。哎，白家真歹唱，算是怪歌。怪歌。他这个人也很怪，穿的衫什么会拢甲普通歌星无共。是啊吼，裤底离地7寸啊！哎呦，伊这个人是啊，这人有的人我都离地7寸啊。扣卡。但是伊的歌路啊，已经自成一派了。真的吗？哪几条奇怪？你们再举看还有什么歌曲啊？自然就是灭无道理，何必勉强，何必？对吧？哎呦，九官鸟一个出来，哎，个有影无？有影无？有人讲看到你迄日散步淡水河，身边迄个人是一个大帅哥。迄个人啊，迄个人都无啥掉你咧，哎啊，怪歌讲这样，这是怪歌。你看，讲了伊的歌给我马上都。那他现在算这个人算红还是不红啊？这是红哦。哦呦，越怪还越红啊！越怪越红啊！那这个歌星，那这样讲起来的话，有很多怪歌的人有办法红的有吗？你跟我谈怪歌，你的资料哪里有我多啊？我呀，那大概无小拼起来看卖。你这单位你看我马上都绕2、3条拢伊的歌。哦，你讲有什么怪歌？我当然是有怪歌啦。那怪歌多了啦。那您比喻一下。嘿嘿。啊，老板啊，来一盘泡菜，有吗？哎，那一段时间我们高凌风也很红。有我们高歌的歌手。对，您再举个例子看看。野菊花，野菊花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默默开在山坡下。哎呀，这是唱腔很怪，歌词也很怪，所以他会红啊。菊花有什么好唱的？还有什么那个歌星还有什么？贾最啊。哦。究竟讲是天公派，那着事事正在，哎呦！太
蔡秋凤的歌有像你这样夸张，美术跟他硬哦造出来。你知啊？大家的毛瓜哦，你也讲怪歌，那我也有一个怪歌，也是很奇怪，可能大家还没听过。哦，你好怪瓜。街仔路的电火条啊，拢甲我立正站好。要跟我叫电线杆站好啊。电话调啊，点点咧听我龙珠阿哥啊唱歌，叫电线杆听他唱歌。哎呦，你还有什么怪歌？加追啊！要什么怪歌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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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阿公跋筊，我上远加腰远，噔噔噔噔。阿公跋筊，我上远加枪。对吧？您这个是啊，跋筊好瓜啦，这个是那个嘛，这个草蜢嘛，草蜢对，就翻成台语歌唱。炸了改个台语。还有，还有个加嘴哦。要想，哎，我来想。以前周娟娟有一些什么歌？啊，对对对，伊嘛是唱怪歌。你唱什么怪歌？哎呦，迄个吧，所以啊，哎，我家在吃大便，我家在吃大便，哎。池塘边的啊，发音啊，是池塘边，是。我那听做那几款歌，还有怪歌还有啊，加醉哦，他知道我记得陈明仁，陈明仁，我可以玩你，咚咚咚咚咚咚，也可以呀踢掉你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就算你不再爱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啊见面也该说哈喽，哎呦。这歌也很怪，歌词简直混那时候还被禁，这个无奇怪，更加奇怪。还有吗？黄克林先生一首。黄克林，头搞那个白一条大。少年呢，大沙沙罗，管他林他不林他。好啊，你是当在家咧做酒晓得？你还有啊？做酒佫无共款。有啊。嘿，东洋兵啊，西洋将啊，英国出头山吧。过桥，我来看。谁无沙啦出温泉？这不是黄安的招牌歌曲吗？告家底后，告家底后。哎呀，所以怪歌也会有它流行的一个趋势。既要轻伤的朗朗上口。请教我们好，接下来要介绍今天我们特别来宾，第一对介绍的是孙耀威、李玟，欢迎他们两位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吹着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哎呦，非常登对的啊！接下来欢迎这两位闽南语的陈百潭、蔡秋凤。无情的放袂记，哪有情藏在心肝内？为你伤过时，无怨无情，无你的了解。无情的放袂记，哪有情藏在心肝？谢谢他们两位，接下来介绍余冠华、陈洁仪两位。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，才知道多不胜离愁。留在午夜梦回时，靠了心，伤心对自己说。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，才知道谁都怕寂寞。一直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心深情世的守候。谢谢。接下来介绍周志平、辛晓琪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。
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哎呀呀呀！欢迎欢迎，两位好，两位好，两位好。哎呀，唱得好，唱得好。啊，哎呀，今天来的是大明星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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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刚刚才讲到，您刚刚唱的一首歌是蔡秋凤的歌。哎呦呦，得罪人，你还提这个？刚好没想到蔡秋凤今天就在线，这真尴尬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是这样子唱啦。你唱，好像我冤枉他家应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这样子唱。嗯。求求讲是天公牌，空空讲是地王牌，那着事事讲的好。哎呀，对呀，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嘛，差不多。哎呦，余冠华上次在我们节目那个音乐教师单元里面秀了一下模仿，人家才知道他这个人不是死骨不化的木头啊！模仿李亚明简直是惟妙惟肖啊！像极了。那模仿完之后，的确是很多朋友问我哈，大概有80几个人问我，哎，对，看到都问，哎，奇怪。我说，其实我们上节目，其实自己也会想开很多事情。以前总觉得自己真的是像飞歌手一样，像个木头这样。哎，难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所以这次那个隆兄的那个音乐教室，干脆就放手一搏嘛，反正模仿嘛，好，然后取悦大家。结果造成什么后果？后果就是好像。所有综艺节目听说争相延揽，没有争相啦，有节目好像比较好上这样。哎，对，一天真的一天余冠华，哎，他点子很多，又会模仿。听说什么今日农村呐，省政信箱，今日农村飞歌，统一发票开奖啊，对，统一发票开奖都找他。没有，还有快乐农家。哎，这个所以说啊，这个舞台啊是一种单循环的比赛。当人家点到你的时候，你如果不好好表现呢，一次比赛的败部就没有复活的。哦，是有些今天讲大部分都是偶像歌手。是啊是啊，他们就是有一点烦恼，有的时候太放开，又怕有这些形象的这个损伤。哎，这里面比较要注意这些问题，应该是孙耀威。哦，大家好，欢迎欢迎。会不会有这种压力啊？刚刚小哥讲的压力。哦，他们的意思爱你永不后悔，就是希望你现在模仿一下这个李亚明啊，是不是要他模仿的？好啊。李亚明不是声音要好像有点坏掉，沙掉不是坏掉。哦，沙哑啊那种。是哈。这个，听说您最近也要到大荧幕去这个发挥一下，又要在台北开演唱会。对，这个计划很大的。哎呦。希望能够给惊喜给大家，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了，他演唱会会在大概暑假的时候举行。高不高兴啊？高兴！这太好了啊！年纪这么轻就有这么大的成就，这是非常不容易。还有一位新人要介绍一下，今天这位新人是新加坡的陈洁仪小姐，欢迎她。啊，新加坡来的小姐，你好。新加坡来的，那已经在台北住了差不多半年了，因为他讲的国语没有那个非常标准，新加坡人的那个口音呢。啦 ，Come on， 是不是很像的？真的吗？那我就走先呐啊！新加坡人呐，哎，新加坡人，那新加坡人现在这个季节有没有榴莲呐？有的，他也已经有榴莲了，很贵，听说一个榴莲要多少烧升呐？新加坡大家有空去找你，你愿不愿意接待我们台湾的歌手啊？啊？我们如果台湾歌手哦，当然，请他们去吃榴莲。啊，又是榴莲啊！哎呦，你有去过新加坡吧？有啊。那边有很好吃的东西，有什么？像什么？巴古德啊。巴古德，这个巴古德就要问辛晓琪了。哎，先跟大家问候一下，来。大家好，飞哥好。好，欢迎。辛晓琪的一首《领悟》，这首歌曲真的好听啊！多么痛的领悟，哎呦，这是我的全部啊！哎呦，您这好像那个狼出来了，这差太远了，真的远吗？差太远。那你唱。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是我的最初。哎呦，会好哎，改歌词了，编剧。我很喜欢，然后我一直在唱，但是我是唱多么痛的礼物啊！礼物也是，礼物会那么痛呢？然后我想可能很贵，所以付钱的时候付得很痛。其实不好意思，我没想到我的歌能够造成这个大众这么啊什么这样子而已啊，还造成社会的问题。我跟你说，因为很多青年男女朋友们
他们因为这首歌而分手。啊，怎么会影响到大家在那个地方藕断丝连的、苟连残喘的，那个爱情3天不见一面，5天不打个电话，哎呦，然后这个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！哎呦呦呦，不是，我讲的比较刻薄一点。那时候一听到他的歌，一想，对，其实这是个很痛的领悟啊！哎呦，干脆就寄一个这个卡带就给他了。您就听这卷卡带，你就知道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救了不少人。话说回来嘛，对刚刚礼物造成这么社会大众一些对问题，话说回来那当然是要出一首歌对让他们这个感到舒服，要哦那是怀念一下过对去。对对，过去。认识你真好，对吧？哪一首？哪一首？哦，你也有这首歌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首歌还是怀念他的味道。新歌叫《味道》。听说这首歌可以挽救很多濒临这个破裂边缘的这个爱情关系，不错。接下来是我们这个陈百潭先生，欢迎他，欢迎他，欢迎大家好。霸坛的新加坡担当啊，他在闽南语歌唱圈里面贡献是很大。哎，他也算是喜欢自己创作的。对对，真多歌咱家己写，嘛真多歌唱咧唱嘢我红嘅。上一代可能是这个菩萨出身的啦，哎呦菩萨嘛，菩萨，然后这世人来做功德的啦，哦拢报钱给别人赚，啊，家己散屁屁啊，真不容易，真不是一个泥菩萨的。那么讲到这个编曲写词，我们又有一位老师了，周志平先生，哎，欢迎欢迎他，欢迎他，哥哥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人周志平。但是真的，周志平到上综艺节目，他倒是很少出现，是，都是埋头在写作上面啊。对对对，这2年做了14张唱片，14张啊！对，那这个是多产的一位制作人，被人家压榨的。他也帮你做过唱片，包括他的这一张新唱片，真的。哎呦呦，周老师，哇，最敬仰的周老师，真的，我是最敬仰，好像我是铜像，是吧？那就是以前帮你做的，你都不太敬仰，最敬仰他嘛，对。一直都很敬仰啊，一直很敬仰。他的歌声我就很喜欢。啊，谢谢。他的歌，费玉清，你举个例看一下。像那个什么。好像林黛玉或者贾宝玉，牛郎织女约在七夕。哎，对，所有做过的梦，还有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。这是他的歌。这首歌还有一个我喜欢，哎，你喜欢什么花什么啊？风花雪月。这怎么唱的？这怎么唱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。这首歌就只有这一句，我觉得很好。没关系，有一句不错了，有一句哪一句？啊，多么痛的领悟啊！这不是我写的，吓我一跳！哇，真的是吓了一跳。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据我知道，最近我们台湾的歌手非常活跃，过年大概一共有市场上会有几个歌手？听说是124张嘛？看到没有？一个过年124张。对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呢，就是刚好在这120几个人的行列里面，在那边打拼啊。那有这么大市场吗？不怕死的尽管来嘛。哦，这样他的言下之意就是，也有些人卖的不见得很好。他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不要逃避呀。最乱的时代选最好的选择。对。哎，新加坡人也是很聪明，他不能站太久也不是办法的。好，接下来是李玟哥哥。像刚才讲的那些现象，在李玟身上就不用烦恼了。哎呦，第一张就不错嘛，免于淘汰之虑。你依然是我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。哎呀，好啊！你每次都唱得那么好，但是每次歌词都唱错。都不会。李玟这一次可能一直在美国长大，这一次是第一次要碰到我们旧历年了。对。要在台湾过了。那爸爸妈妈在台湾吗？妈妈、爸爸跟全家都是在美国啊，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啊，所以感觉好像被抛弃哦。看你这个留在台湾，可能另有目的。你们认为他可能是什么目的？可能想找个什么金龟婿之类的。好，你认为呢？你认为呢？没有，想认识一下那歌手的爸爸妈妈。那你认为？认识你真好啊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你认为呢？认为他父母抛弃他了。好，你认为呢？我认为他今天来上隆兄，就是准备问飞哥过年有没有空，这样可以。哎呦，到你家去吃饭，跟你要红包。我依然爱你最真。你能猜得到吗？猜大概有什么目的？我觉得他自由了。什么自由了？他根本就很简单，他就是要红包嘛。这么简单，要想那么久啊？对，因为在美国，我们台湾是这样，超过18岁就不能拿红包，真的就没份。对。真的吗？而在美国就是你没有结婚就可以拿。对，在新加坡也是。对啊，也很老也香港也是这样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讲到红包的问题。哎，对，他大概比较容易拿到红包，这里面他比较容易拿到红包。哎，对啊。不过在台湾都要发，
你是在台湾过还是在香港过？我在香港先过，然后先拿红包，在这边就要发了，哎呦拿回来再发出去。这个直接替我们国家赚取外汇啊，这是非常了不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话题谈到这边啊，休息一下，去欣赏我们的龙兄虎弟。你紅箭頭，頭嘅邊走走，哦，那你这个面帮忙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再稍微尊重人家一下。不是他，是我选择那一定是我。钟明为什么选择他呢？他有什么好啊？我这个读书不多啊，最近才终于学会怎么写一个好字。哎呀！